大家好，一下我来讲个客家民间故事是后位个主公。头摆有一个小阿妹耶，按到阿兰，不卡痛苦。故说是有钱人个不卡做事头家同头家娘看见唔起，当然很去做当多事。抢开水、洗衫裤、煮食，又还会检查。阿兰个日嘞过到凊彩个。有一日，阿兰去到河坝顺洗衫裤，佢想到去家安外面见洗见叫，木子像潜水样的流无停。这样时，一个老客室嘞去到隔位，看到阿兰叫到暗伤心，就问佢叫嘛个。阿兰讲出自家个心情，老客室嘞就安慰佢讲：我全身不错耶，唔知几时就会死的，同我相比唔算好命。唔好过叫咧！阿兰听个客室里讲嘅话，心情又较好点诶。佢同客室里身旁嘅农亲呛哩，乃伫嘅农歇啥碰到佢鬼面，沙等阿兰用河坝水同面洗枪，没想到沙烫到啊一声，阿兰错下惊。因为佢变到亲江，阿兰听到耐唔得，转去同事情嘅经过讲本头家两公婆听。头家两公婆想讲，因为有暗好空嘅事，然后吩咐阿兰，天光日唔是去洗衫咧，我佢俩啥去？头家两公婆照样去河坝顺洗衫裤，见洗见叫。老客室里个农客没碰到佢俩啥鬼身鬼面，不过等佢哋将面手脚洗好，才看到两个鬼身鬼面上毛嘅怪物，实实就去山度扛起来。后来佢哋都要到毛夹室，只好转到屋卡头室。我看人味道爱做头饰嘅车咧，就同转呢铺到缝缝，变到等嚟等。等佢哋师傅坐一下，就落到缝缝。佢俩啥就系后位嘅主公。